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好，今天我们特别请了谢霆博士为我们讲道。我现在先介绍一下谢霆教授，他现任这个富拉神学院的就任教授，中华研究中心副主任。他曾任正道福音神学院这个就业的教授，而且著有很多中英文著作达10余本，也在各地教学，主导圣经的讲座和批灵会。好，我们现在请谢博士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感谢万祥牧师邀请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信息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跟大家在一起，也很高兴我们可以有一起敬拜的时间。刚才听到美妙的歌声、琴声，还有诗班的歌唱，我真的心里面很感恩，觉得当我们有从心灵里面这么美好的敬拜的时候，就好像是在地若天这样的一个感觉。我临时把这个题目从神同在的安慰改成神全方位的安慰。那相信诗篇23篇是众信徒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篇经文，我也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么熟悉的经文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呢？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一首诗篇。我们先一起再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渴慕你的话语，渴慕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，我们也愿意回应你，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，求主对我们讲话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知不知道这里是在哪里呢？我听到Rose Hill 玫瑰岗。当我们进入玫瑰岗的时候，会发现到处都有很多的玫瑰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墓园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墓园当中也有很多被埋葬的人。那我2个礼拜前呢，就再去了一次，因为一个亲戚就是过世。那在玫瑰岗的其中一块地呢，就是台福这个基督教会所买下来。那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他们就是预备给台福基督教会的这个牧师以后可以安葬在这里。其实我虽然不是台福教会的牧师，我的愿望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安葬在这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两边写着这个牌子，第一个是主啊，我愿你来，这个应该是所有基督徒在世的一个盼望，希望耶稣再来。那另外旁边有个小牌子，上面就是引用诗篇的23篇第6节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当我们想到生命，当我们想到死亡，当我们活在神的同在当中，其实我们就是在神的圣殿里面。虽然今天我们是主日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一起聚集，但是只要我们平时所活着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在神的同在里，我们就是在神的圣殿里。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去到永生的时候，就是永远活在神的同在当中。这不是一个最美好的结局吗？谁需要安慰？在以赛亚书40章第1节，这个背景是以色列人被掳，失去他们家乡家园，到巴比伦这个新的地方。在这个时候，神向他们说：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在约伯记的2章11节，当约伯失去他所有的家产孩子的时候，他的3个朋友约会同来，要安慰他。在耶利米哀歌圣城被毁，而在第1章出现5次，这个圣城用他的声音向神发声说无人安慰。传道书4章1节讲到受欺压的流泪，且无人安慰。
历代以来，诗篇23篇成为众信徒喜爱的诗篇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当我们看这首诗篇的时候，会得到安慰。谁需要安慰？是经历苦难、困境、迷失、失落、孤单、无助的人才需要安慰。我也希望今天诗篇23篇再次带给我们所需要的安慰。当我们看这些主题，其中有死亡、惧怕、遭害、敌人、追赶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想到大卫被扫罗追赶的一些诗篇，对吗？但是其实这里面的信息都出现在诗篇23篇，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。所以诗篇23篇不是给在一个安逸的时刻给我们的一个诗篇，而是当我们面对四面楚歌，在困境当中，神赐给我们的话语。如果我们再继续看整个诗篇的话，就发现说诗篇22篇跟23篇这样的编排是圣经编辑的刻意编排。诗篇22篇的第1节讲到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何离弃我，代表神的缺席。但是诗篇23篇充满着神的同在，所以神的同在是回应了诗篇22篇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何离弃我。这2首诗篇这样的一个编排，就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神的，应该说经历神的离弃不是永远的，而神的同在常常是回应了神的离弃。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，我们就不再重复。我们现在再一节一节的看。第1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在这里，这个牧者在旧约的处境也是君王，因为君王是牧养神的百姓。所以在以西结书34章，先知直接讲到这些坏牧人只牧养自己，不牧养神的羊。这些坏牧人其实就是指当时的君王。所以在那一章里面耶和华就说他会要兴起一个好牧者，其实就是大卫的后裔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牧者跟君王的形象呢是联合在一起的。所以到了最后那几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牧人的形象转换成一个君王的形象，因为这个是一个银币的2面。那另外就是在希伯来文，牧者跟朋友他的这个子音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牧者呢也是有跟朋友跟羊有朋友这样的关系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权柄的人物。那另外在这边所讲的缺乏，在希伯来文的声音是感觉呢就是呼吸不顺畅。当我们遇到困难困境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是感觉到路径狭窄。其实敌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也是狭窄的意思。所以在这边如果从原文看呢，会让我们感觉到在一个极度缺乏的时候，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，我们就一无所缺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缺乏，我们会把这些缺乏交托给神，让神来供应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向神求一些特别的需要，是不是？但是有时候神所赐给我们的，或者说神对我们的这种帮助跟满足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。有一次我在悉尼的这个地方服侍，坐10几个小时的飞机，服侍完之后呢，就坐这个飞机去这个 LAX。在回来的途中，其实我每次坐飞机都会有同样的祷告，就是希望旁边没有人，因为都是坐 coach， 希望旁边没有人，那这样有多点空间可以舒展。结果那一次呢，神真的是听了我的祷告，不仅旁边没有人，旁边的旁边也没有人。那这个意思呢，就是我可以躺平，对不对？10几个小时。所以当我看到有这样的情形，而且我旁边人都是坐满的，只有我旁边那2个座位是空的，那我就非常的感恩，就跟神就是我觉得神是给我一个 reward， 一个报酬吧，已经这么疲累了，希望在回家的途中可以有休息的时间。
我觉得这个是神对我的一个供应。结果没有想到，飞机飞了1个小时左右，然后呢，前面有一个女的跑过来，坐在我旁边。那我也没有买那个座位，所以我也不能赶她走，对不对？她就坐在那里，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神了。刚才是很开心的感恩哈，有2个空位，我可以舒服的这样子回程。在飞机中途的时候，大概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开始震动 ，turbulence 有气流。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气流？有气流的时候，飞机可以这样子摇动也可以这样子摇动，就是很可怕。有时候突然间降下来我的心都跳下来，好像过山车嘛 ，roller coaster 有那种感觉。然后呢，我每次都心跳加速，很害怕，然后我都会按着这个心按着。然后每次呢，我都会迫切祷告，不是迫切祷告不只是迫切祷告要这个飞机安全，要神与这个开飞机的人同在，也是迫切认罪因为我感觉我可能快要见主面了。所以在我又按着心，然后又害怕又祷告的时候，突然间坐在我旁边这个女的，本来我有点气她的这个女的，她突然间就扶着我，抓着我，她说不用怕，她是做生意的，常常从悉尼还有 LAX 这样飞来飞去。她说通常飞机飞到这里呢，都会有气流，都会震动的。她说I'm used to it， 她已经习惯了。她说不用怕。当我听到她这样子说的时候，心就立刻安静下来。然后她一直扶着我，所以在整个气流当中，我有她的陪伴。我把她看成是神安排的一个天使。虽然我以为神预备的方式是让我有2个空座位，我可以舒服的坐着，但是神的安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很多时候我们向神的祈求，不一定是神直接照着我们的祈求答应我们，但是神看见我们的需要，他会用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。第2节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如果是从一个羊的角度来看，青草就不是床，青草是什么？是食物。大家可以想象，一大片的青草可以说是 all you can eat salad， 对吗？在很久以前有一个，应该是 pandemic 之前有一个叫做 supplantation， 不知道这边有没有？现在没有了哈。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那边的这个 all you can eat 的这个 salad。所以一个羊看到一大片青草，对他来讲是食物，一定是非常快乐的。现在你也可以跟旁边的人分享一下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，就很快的分享一下。OK。有一次呢，我做了这样的一个梦，就梦到一个大蛋糕，巨型蛋糕，可能有没有这个教会这么高呢？就是比我高2倍这样子，我要这样子去看这个蛋糕。我是很喜欢吃甜点。那我在这个梦中呢，就觉得好开心像一个小女孩看到这么大的蛋糕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要从哪里开始吃呢？从中间吃呢，还是从旁边呢，还是下面？那最后决定这个蛋糕就从下面开始吃好了。所以我就弯着腰开始吃这个蛋糕。我一张口就发生一件事，你们猜发生什么事？醒了。所以呢就很生气，我就也是祷告说，我要回去这个梦太好了，有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，而且这么大，吃不完这样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最喜欢吃的是牛排，一个巨型的牛可能会很可怕或者是龙虾，一个2层楼的龙虾可能会很可怕。但是大家可以想象，一只羊可以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一大片都是可以吃的食物，这是多么快乐的事。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安歇这个字是休息，代表说这个水是带给人休息的感觉，而且这个水是平静的，不是波浪，不是像洪水。
在这里，如果青草是食物，水就是饮料，对吗？有水有食物，这个羊就可以好好的活着。在这边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在物质上，我们有缺乏吗？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，每一根草，应该说每一条菜，或者是我们所喝的水，背后都是充满着神的供应。还有一次，就是我在台湾服事的时候，在美国的这个教会通常不会有一个地方是专门给讲员的休息的地方，可能很多像我今天一个客人过来了就走了这样子，所以通常不会有一个房间给这个讲员。但是在台湾很多教会呢都会有这种讲员室哈，因为他们有时候要讲2-3篇道，中间就要有个休息的地方。那记得在其中的一个教会里面，当我讲完第一篇道之后呢，因为那篇道是非常的怎么说有点个人化吧，想到很多的私人的事情，所以我就是哭着讲完那篇道。然后讲完之后呢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再讲下一场道。但是呢，在那个讲员室里面有一排桌子，上面都是有很多台湾的零食，还有一大杯波霸奶茶放在那里。所以呢，在我休息那个半个小时当中呢，我就是把这些零食都吃了，然后把那个波霸奶茶也喝了，然后我就觉得整个人因为哭了一大场，又讲到就是情绪各方面体力都衰败，但是当吃了喝了，就感觉灵魂可以苏醒。所以在这边第3节，它使我的灵魂苏醒。这个灵魂有很多的翻译，可以是指我的生命，也可以翻译成我的胃口。如果是翻译成胃口的话呢，就是跟第2节所说的这个水跟食物有关系。所以这边有很多的意思。而苏醒呢，不是躺着然后醒了，这个苏醒它原本的意思是恢复。在极度疲倦当中，有食物有水，是帮助我们身体各方面的一个恢复。所以上次在台湾的这个经历呢，也让我经历了诗篇23篇的第2跟第3节。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在这边我们看到，其实羊是很容易迷路的。在新约，耶稣有用一个羊的比喻，就是99只羊，对不对？然后失去一只羊，牧者要把那只羊找回来，因为羊是很容易迷路的，所以他们要群体的生活，群体这样子去走。但是一个牧者可以引导羊走路，而羊就要听从牧者的声音，跟随牧者来走。我们看到这边奇妙的地方，就是这个牧者引导羊走义路，不是为了羊的缘故，是为了谁的缘故？自己是指他就是神的名，是为了他的名的缘故，引导我走义路。而当我们顺着神的引导，其实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发挥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，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，而这样子神的名就可以得到荣耀。所以神引导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名的缘故。当我们看我们今天的世界是蛮混乱的，有很多未测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下个月明年自己会在哪里，或者是做什么。我们需要牧者的引导，我们也需要听到他的声音来跟随他。我们再回头看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当有青草的时候，是一片都是绿色的青草，但是在干旱的时候，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这幅图画一样，特别在夏天，羊自己是找不到青草的，因为羊没有方向感。羊需要牧者的带领它去有草的地方，有资源的地方。
今天我们在哪方面缺乏资源？我们或许自己找不到，但是我们可以祈求我们的牧者带领我们去到有草的地方，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活下去。基督徒其实是不需要担心明天。耶稣说：“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一天的难处，一天当就够了。”我们可以把这节经文应用在自己的身上，是因为我们信靠我们的牧者。第4节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在这边死荫的幽谷里面，它原本的字里面呢有死亡，有谷，有阴影，所以这边是形容一个临近死亡的一个经历。但是这边的这个幽字呢，也是黑暗的意思。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害怕黑暗？有人点头。黑暗，无论是真实的黑暗，或者是寓意的黑暗，我想很多人都会自然会有惧怕。记得有一次在巴黎教书，我教的这些学生呢，大部分是在餐馆工作的，所以他们8点才下班。那这个课呢，就是8点到11点每一天。然后大部分这些学生是从温州过去这个巴黎的。那我教完课的第一天呢，就回到我要住的地方，已经快12点了。然后一进门呢，我住的那个地方是3楼是当地的同工为我安排。然后是没有电梯，要走楼梯，那个楼梯是螺旋形的。那天晚上教完课就回来，但是一进门要爬楼梯爬到3楼的时候，发现说黑蒙蒙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也不知道灯在哪里。然后我伸我的手，连一点点都看不到，伸手不见五指那一种黑暗。所以我就我大概记得那个楼梯的开始在哪里，我就是摸着那个楼梯一步步的这样子爬上去，在黑暗里面。那我记得那个经历是非常可怕的。每一步上去，因为我地下也看不见，我就是扶着那个扶把，一级这样，一阶这样子爬上去。然后在爬的过程当中，我就是害怕说突然间有怪物出来攻击我，或者是突然有门打开，有坏人要把我抓进去，就是很多恐惧的这种思想。那最后呢，到了3楼，然后呢找到了我的这个房门，然后要把钥匙开进去，但是就是不知道钥匙孔在哪里，又是像盲人这样子摸到那个孔，然后那个钥匙有很多串，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，有一个一个这样子去试，在黑暗中全部都在黑暗中。然后呢，在试的过程当中呢，突然整个钥匙又掉到地上了，因为就是很忙乱，很害怕。然后我又像盲人一样，就在地上在找那个钥匙，然后最后就再重新的试哪一个钥匙可以开这个门。到最后这个门终于开进去了，我觉得好像行过死荫的幽谷一样。虽然不是真正的遇到这种刀剑的危机，但是心灵上、精神上的这种惧怕，我可以感受到是像一种死荫的幽谷。那我们当中可能会经历更严重的一些创伤，那当然就是一种临近死亡的一些经历。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，如果这个牧者是与我们同走这个黑暗，在这里大卫说不怕遭害，这个遭害在原文的意思是邪恶，不怕邪恶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只要有牧者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不需要怕死亡，不需要怕黑暗，不需要怕邪恶。你的杖你的竿，原文还有他们都安慰我。这个杖呢是短的，
可以用来轻轻敲一敲、打一打这个羊，是用来管教它。竿呢是长的，上面那个头是弯弯的，这个竿呢是用来把羊带回来，这个竿也是用来武器去打狼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神的这个同在是带着保护，是让人感觉安全，并且是带来安慰。那这幅图画就是如果我们去以色列的话，以色列的在耶路撒冷有一块地方叫做 Valley of Hinnom， 那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Gehenna， 意思就是地狱。这个地方呢象征地狱，因为在旧约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当时外邦人在这边让儿女经火的地方，所以有很多死人的地方就在这里，是一个很小的地方。通常如果我们去以色列旅游的话，通常坐这个 bus 是经过而已，可能大家都不会留意，但是就是在市中心有这样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刚才讲到这个死荫的幽谷，有暗示这样的一个地方，是带给人一种阴森、死亡、地狱的感觉。第5节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敌人？可能有，可能没有。我自己想来想去，发现自己没有敌人。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敌人想成是困难，我们所面对的一些逆境，让我们担忧的事情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应用这一节经文在我们的身上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。这幅图画是一幅得胜的图画，摆设宴席，而不是只有一个lunch special 一样，而是整个桌子都满了食物，是神为诗人所摆的宴席，也代表说神是站在诗人大卫这一边，而他的敌人是站在他的对面。接下来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杯满溢。原本没有福。在这边我们看到，原来就算有敌人出现，不会影响到神对诗人的祝福。诗人仍然可以说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杯满溢。今天我们有任何的忧虑、困难、危机，我们看到不会影响到神对我们的祝福，我们仍然可以在神里面经历他的美善。我们也可以想象，大卫确实是有敌人的，扫罗曾经是他的敌人，要追杀他。但是在这边，如果我们放在大卫的这个处境，我们看到神站在大卫这一边。最后一节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在这边，恩惠其实就是美善的意思。这个美善是跟之前出现的邪恶是做了一个对比。这边所讲的慈爱是忠诚之爱，也就是说，当人被约，神对人的这种爱仍然不变的那一种慈爱。而在这边，随着这个字是和合本的翻译，更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追着，或者是紧追着。通常这个字追着在旧约是用来形容敌人，被敌人追赶，好像摩西带领百姓过红海，然后后面有法老跟埃及的追兵追着他们，这一种追赶。这幅图画是提醒我要分享这个小故事。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怕狗？有没有人怕狗？有人摇头，有人点头。我曾经认识一个弟兄，他怕狗怕到看到在外面走看到对面有人带着狗来，他就立刻转过去另外一条街，这样子去走。我本来是一个怕狗的人，后来开始养狗之后变成是一个爱狗的人。但是我还是分享一个我之前被狗追的经历。我婆婆家里有一只狗，所以每次我跟我先生孩子去看它的时候，我
先生跟儿子都要先下车，然后为我预备道路，把这个狗安顿在后园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房间，然后我才可以平安的进来。有一次不知道是他们没有弄好还是怎么回事，当我一进门的时候，这个狗突然跳到我身上，是个大狗啊！我都尖叫了，我快晕倒了，因为没有想到会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在他这个房间里面去跑，应该是说，因为这狗要追我，就是跑了好多圈，到我一边跑一边叫，到最后我都没有地方跑了，我就跳到厨房的 counter 上面。因为这个狗不能跳上来嘛，它就在下面一直在叫啊，被狗追的感觉不好受。有时候以前怕狗的时候，散步的时候，突然也是有个小狗出来，不知道从哪个房间、哪个房子出来，然后咬了我一口，没有把肉咬出来，但是就是在我腿上这样子咬了一口。啊，我就坐在地上，就是又没有别人，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被狗吓到。但是，如果是神的美善跟他忠诚的爱紧追着我，追赶着我，你说我会要吗？你要吗？当然要。我们不要被狗追，但是我们要被神的恩惠慈爱而追。然后最后诗人说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耶和华的殿就是敬拜耶和华的地方，在这边也就是代表神的同在。有另外一节经文在诗篇的27篇第4节，诗人说，有一件事我要寻求。其实在这边更精确的翻译是，只有这一件事 one thing 我要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。在这边就让我们看到，原来诗篇27篇跟23篇的作者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愿望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这个是敬拜，也是瞻仰，也是寻求他。什么人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？我们就要来到下一首诗篇，诗篇的24篇。那边讲到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答案就是手洁心清，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的人。原来诗篇22、23、24可以一起来看的。我们再回头看诗篇23篇，它彰显了一个全方位的安慰。躺卧是在下面，水边在旁边，引导在前面，敌人在前面，但是神是站在诗人这一边，用油膏了我的头从上面，恩惠慈爱追着我是从后面。神的安慰是无所不至的，是全方位的。如果大家在某一方面觉得有缺乏，我们可以祈求这一位牧者来在这一方面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安慰。刚才提到诗篇23篇回应了诗篇22篇，在诗篇22篇讲到神的缺席，23篇是神的同在。诗篇22篇诗人说我是虫，在23篇他是我是羊这样的比喻。在诗篇22篇，诗人感觉生命枯干，求神救他的灵魂脱离刀剑。而在诗篇23篇，是这个牧者使我的灵魂苏醒，记得苏醒就是恢复，所以诗人的生命不再枯干，有食物有水，并且脱离刀剑。22篇讲到要宣扬你的名，23篇讲到神要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22篇讲到我在死亡尘土中，恶党环绕我，这个恶党就是邪恶。但是23篇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邪恶这个遭害同一个字。在22篇第7节，这些敌人看着诗人就撇嘴摇头说他得不撇嘴摇头。然后23篇，这个头却是
你用油膏了我的头。22篇17节讲到这些敌人瞪着眼看我，他们瞪着眼看我。但是23篇第4节讲到他们都安慰我，也就是神的杖跟他的竿。在22篇提到敌人急难这个字，其实都是敌人的意思。但是在23篇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如果大家仔细的看这2首诗篇，就会看到23篇回应了22篇。在这2首诗篇当中，有相同跟相反的意境。神的离弃，神的同在。在22篇是用公牛狮子来形容这些敌人，但是在23篇却是设摆宴席啊，神为这个诗人讲到惧怕，然后死亡，这些都是相同跟相反。经历神的缺席是暂时的，神会用他全方位的同在来安慰。当讲到诗篇23篇，也提醒我们在新约里面，耶稣就是好牧人，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不知道当你回想你现在生命当中有多少人愿意为你而死的？有没有3个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可以举一下手。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3个人愿意为你而死？2个，有没有人？1个，没有人举手。我跟你们一样啊，我也不相信我先生会为我死，或者，但是我的狗可能会哈，我现在有个狗可能会。但是耶稣已经为我们舍命，他就是那位好牧者，他彰显了好牧者的一个形象，也因着神全方位的安慰，跟他让他的儿子这位好牧者为我们而死，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软弱、我们需要之处信靠他。你愿意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是这位好牧者，感谢你全方位的安慰，感谢你赐下你的儿子为我们舍命，感谢你在我们经历你离弃的时候，你会用你的安慰、你的同在来回应我们。感谢你赐下诗篇的23篇，让我们可以得到安慰。也特别为在座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现在在经历一些难处的来祷告。主你知道，主你知道我们在经历的是什么难处。求你在这些难处当中，让我们经历你的信实，经历你的美善，经历你的慈爱，经历你的供应，好让我们宣扬你的名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